继续来看立法院的前议长王金平一再来强调，讲要参选总统选到底。不过，甲亲民党的合作破局了后，今日宣布退出掉总统大选。虽感遗憾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今天并非是结束，而是迈入我人生的下一阶段，继续奉献，让台湾更好。不参选，我的责任更大。我将以一个选民的身份，把我一生对台湾的心心念念，以不同的方式扩散、分享出去，也以不同的角色，带着我的人生历练与经验，继续为人民、社会服务。王金平是伫咧早起临时来开记者会，宣布退出掉总统的大选。马来预告讲，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会来投入到总统的选举。王金平讲，无爱参选了后，责任搁较大咯，是毋是表示讲会回到国民党，替韩国瑜甲张善政来徛台辅选呢？王金平并无回答这个问题，敢若讲，伊对国家对人民服务的心意无减少，未来会安怎来发展，都顺其自然。